把价值5位数的衣服穿在身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1300多年前，前东南苗族首领谢元琛穿了一件无比华丽的衣服到长安朝贡，唐太宗惊讶不已，连忙命大画家阎立德把它画下来，便有了传说中的会府鸟章《王会图》。这件传说中惊动长安城的衣服就是百鸟衣。第一次见到百鸟衣，那种刺绣的华美真的让人窒息，穿在身上都得小心翼翼的。苗绣百鸟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，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是中国服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它色彩艳丽，工艺精湛，抽象怪异的鸟纹、太阳纹、鱼龙纹，还有枫叶纹等这些来自远古的纹饰，在今生相遇，构成一个荒诞奇妙的大世界。这里是一个梦的王国。苗族百鸟衣传承于贵州丹寨、榕江、雷山、三都等地，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，也能绽放出一片独特的民族花园。百鸟衣就是其中最华丽的一朵。很难想象，在温饱都成问题的情况下，苗族妇女会带着神圣虔诚的心态，倾尽一生心血去刺绣一件无比华丽的衣服。百鸟衣女装欧花闹绣鸟笼，男装欧花俑绣牛笼，一脚排列一束束轻盈的羽毛。这种艺术与苗族的鸟图腾有关，比如丹寨的苗族自称嘎闹，即鸟的部族之意，他们是上古蚩尤集团中的羽族后裔。衣服上的图案不仅有图腾传说，还记录着苗族的迁徙史。传说枫树孕育了蝴蝶妈妈，蝴蝶妈妈生下了12个蛋，由鸡与鸟孵化成了人类和自然万物。从养蚕缫丝到织布绣花再到成衣，整个过程要经历3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。在那繁密的刺绣背后，是一股穿越时空的强大精神力量，那里有历史、血泪、哭喊、挣扎和对这个世界始终如一的热爱。以前人们穿着百鸟衣，吹着芦笙，唱着千禧歌，参加13年一的祭祖大典古藏节。现在过苗年节庆的时候，也会穿上百鸟衣，用能承担起的华丽去辞旧迎新。这么美丽的百鸟衣，你想不想拥有一件？